歡迎大家再次嚟到阿邦心中的 Top 10 Stand-Up Comedians。上集講咗 Louis C.K. 嘅早年成長史，今集就講下人哋點成名啦。咁你話 C.K. 係 exactly 幾時成名呢？我會話佢係喺90年代初啦，為 Late Night with Conan O'Brien 做寫手開始嘅。因為佢叫做終於拍到個業界大佬碼頭啦，叫做真正進入咗主流嘅 TV comedy 圈子。但係真係令佢大紅嘅咧，應該係喺佢2010年啦，自編自導自演喺 FX 電視頻道播出嘅電視劇《Louis》開始。呢套戲咧，令到我哋咧廣大觀眾咧留意到呢個其貌不揚、光頭大肚腩、不修邊幅得嚟，但係腦裡面又充滿咗黑色幽默同人生哲理嘅中年男子。或者因為呢套電視劇實在太受歡迎啦，網上好多人 upload 咗當中嘅精彩片段。當中咧，我特別推介咧《Not That Kind of Funny》。咁片段中咧 ，C.K. 去面試 Late Night Show 嘅主持人啦，俾由 David Lynch 飾演嘅面試官咧，叫佢即場搞笑啦。但係做過 stand-up 朋友就會知啦，呢啲點搞得㗎？因為呢啲 stand-up 講求呢個即場氛圍㗎嘛。咁所以咧 ，C.K. 俾 David Lynch 呢個要求啊，都搞到 hang 咗機。條片相當有趣，道盡我哋 comedian 啦，被外行人誤解嘅無奈。link 咧我放咗喺留言區㗎啦，大家睇完咧就講下你嘅睇法啦。咁電視劇 Louis 嘅成功啦，無疑令 C.K. 嘅 comedy 事業咧更上一層樓。情況就好似我哋香港嘅黃子華咁啦。如果當年佢冇拍 TVB 嘅《宋王宋世傑》同埋《男親女愛》，今日都未必有我哋仰望嘅子華神。咁講翻 C.K. 嘅 stand-up 事業啦，就更精彩啦。佢係一個多產嘅 stand-up comedian 啦，由1996年至到2023年，一共推出咗至少19個 special， 真係差唔多隔年就一個 special 啦，唔簡單㗎。最後啦，幫介紹多條 C.K. 片俾大家睇。呢條片咧係講 C.K. 咧為當時啱啱過身嘅 stand-up 大師、殿堂級大師啊 George Carlin 嘅致敬發言。喺呢個發言咧，我哋可以睇到 George Carlin 點樣影響到 C.K.， 以致咧令 C.K. 立志要學 George 咁樣咧，不斷將佢嘅作品推陳出新，並深化題材。由開始講貓貓狗狗 B.B. 到講自己嘅 identity， 然後係挫敗、恐懼，最後係理想同埋人生。冇錯，一個 stand up 咧要繼續講落去咧，就要對生活嘅題材深挖，某個程度咧可以話一個問道尋道嘅過程。條片10分鐘唔夠啊，但係充滿啟發性啊！我都放埋喺留言區啦條 link， 睇完記得話我聽有咩感覺。好啦，C.K. 講到呢度啦，下集再同大家介紹其他 comedians， 下集見，拜拜。